经报过警了，他们应该马上就来。来不及了，麻烦你啊，帮我把电梯锁在1楼，看住了，不要让任何人动电梯。先生，您这是？任何一部电梯都有维修层，我可以从电梯顶进去，从维修层的出口出来，这样我就可以到达天台了。喂，这太危险了，先生，你要出了事我可担不起啊。那天台上的人出了事，你能担得起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消防队员马上就来了。我现在1秒都等不了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，所以我非常了解整个建筑的构造。你只要守住电梯，我就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人救出来。这个女孩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拜托你了。先生，您注意安全，我给您守住电梯。谢谢。闪开！不要老板，会受伤的。你离远一点，快点！还好吧？老板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向宁，向宁！